來是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第4屆到中華替縣長參選人魏平靜來徛台，但是也是無看到縣長王惠美來出現。前縣長杜碧源講原因，講就是因為黨中央當初定調的過程，無甲王惠美充分來溝通。第二任當選，大聲話當選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甲前職拿顏立偉合體，大難得的小田市議員參選人大義進成立競選的總部，家母帶家囝要為選情加溫，嚴格爭取中華，閣無看縣長王惠美。因為王惠美沒有出席，是改以發文。鄭麗文最近到中華4屆，全力甲黨內中華縣長提名人魏平靜輔選。嚴格行政院長王惠美也拒絕合體4屆，前中華縣長杜碧源都透露背後的原因。你也不給他機會，不給他力量，也不跟他商量，然後硬要塞給他。他是一個標準的鐵血娘子，對，他真的是外柔內剛了。這不是只有霸凌王惠美的問題，還霸凌整個彰化基層的民。黨內的誤會也為南小告棒。台北市議員曾惠珠也認為，都是因為中華無辦初選，採用定調，才會成做這款的局面。曾惠珠也點其他縣市，若攏想無調，就愛落台。新北、宜蘭，還有那個嘉義嘛，新竹縣顯然也會輸嘛，再加上彰化這5個地方會選輸，黨中央負最大的責任。看黨內點名8縣市可能要注意。面對爭議唔回應。身為國民黨指控26的組導人，鄭麗文選戰操盤定定，去予黨員放大檢視。